自2025年6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坚守信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14章第19到2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。相款的代志嘛发生伫以哥念。保罗甲巴拿巴入去犹太人的会堂讲道，结果有真侪犹太人甲希腊人来信。毋过，遐毋信的犹太人煽动外邦人，互因厌恶信徒对因起反感。不过，因两人伫遐待真久，靠主勇敢宣讲，主赐因能力行神迹奇事。证明因所传恩典的信息是真实。城内的群众煞分裂，有的换犹太人，有的换使徒。迄时，外邦人甲犹太人以及因的官长，计谋伤害使徒，要用石头甲因钉。使徒知即个代志，就逃避去鲁哥尼的罗斯德。甲特庇两个城以及周围的地方，伫遐继续传福音。伫罗斯德有一个人软脚不是坐地，对出事就袂行。伊听保罗讲道，保罗注目甲伊看，看见伊有信心，通得到医治，就大声讲：“徛起来，徛直直。”迄个人就跳起来行。群众看到保罗的所做，就用鲁哥尼的话大声发：“有神明化身做人，降临伫咱中间啦！”因称呼巴拿巴做丢书，称保罗做希尼米，因为伊是主讲者。城外有一个丢书庙的祭司，伊牵牛，佮摕花环来到城门口，要甲众人做伙献祭。巴拿巴甲保罗两个使徒听到，就拆破衫，冲入去群众内面话讲：“恁若伫做即款代志，阮嘛是人，甲恁拢共款。我来遮传福音，是要互恁离开虚假的偶像。”来归向迄位活我的上帝，伊是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创造主。早前的世代，伊容阮万民行家己的路。不过，伊一直有通过所做的好事来显明伊家己，就是对天落雨，互恁照时收成，食米充足，心内欢喜满足。使徒讲这话，才忍忍啊阻止群众对因献祭。有一寡对比西底的安提阿甲以哥念来的犹太人，煽动群众用石头钉保罗，想讲伊已经死，就甲伊拖出去城外。门徒围我来时，伊徛起来，行入去城内。隔日，伊甲巴拿巴做伙去特庇。保罗甲巴拿巴伫特庇传福音，互真侪人成做门徒。后来因倒去罗斯德、以哥念甲安提阿，因路坚固门徒的信心，鼓励因持守信仰，佮对因讲：“咱着经过真侪苦难，才会当进入上帝国。”因两人伫逐个教会选派长老，用敬者祈祷，将因交托互所信的主。因两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，伫别甲讲道了后，落去阿代利，对遐坐船倒去安提阿，就是伫遮教会有将因交托伫上帝的恩典，找因出去做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。
因到安提阿就调集教会的众信徒，将上帝甲因做伙做的一切，以及伊甲外邦人开信仰的门的经过，拢对因报告。后来，因甲众门徒住一段时间，坚守信仰。所有美善力量。这首诗歌歌词是德国牧师潘霍华所作的诗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希特勒主导的纳粹政府对犹太人进行屠杀，却辩称是伫替天行道。身为德国圣义宗牧师也是神学家的潘霍华认为，伊的呼召是为上帝的公义发声，用性命回应上帝。1944年12月，伊因为反抗纳粹政府受掠，伫狱中写这首诗，所有美善力量的诗。诗中讲到，虽然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，艰苦过日重担压迫着咱。主啊，拯救阮受拍惊的心智，用你为阮备办好的救恩。所有美善力量拢奇妙热看，无论安怎，拢毋望迄安慰。伫日时早起，每一个新的日，上帝拢要甲咱相同在。1945年4月初9，潘霍华被施以假刑死亡，时年甘达39岁。伫诗中，咱通清楚感受到潘霍华牧师伫困境中对上帝的坚信。伊伫面对苦难的时，犹原坚守信仰的性命，到呾还伫对每一个世代的人讲话。今仔日的经文描写保罗甲巴拿巴四个去坚固门徒的心，因透过家己的亲身经历来鼓励门徒坚守信仰。当落时，保罗甲巴拿巴伫以哥念、路斯德和特比的福音工作，拢带来真大的效果，有带真侪人信主。当因为所行的新约技术，互当作是神明化身受尊重的时，要坚守纯正的信仰，无迷失伫人的尊重，反正强调因甲众人共款，搁甲焦点转向永生的上帝，甲荣耀归互主。另外一方面，伫对因的势力也对前对后，时时刻刻带来死亡的威胁。但是因坚守信仰，伫苦难中犹原大胆传福音、谈论主的事，甚至无畏惧，搁转去以前遭受威胁的所在，世界坚固信徒的心。保罗和巴拿巴以身作则，教导信徒活出坚守信仰的性命，勇敢传道，荣耀归主。2025年是台湾基督教教会宣告100周年，回顾早期外国宣教师来台湾传福音所拄到的困境甲攻击，到后来国民党集权专制下面长老教会所遭受的威胁甲迫害，一路行来，真侪信仰前辈拢伫逆境中坚守信仰。因虽然经历真侪苦难，却依然勇敢向前，为主做见证。伫主的疼痛内面，疼惜台湾这个土地甲人民。伫因的心上，上款见证勇敢传道，荣耀归主迄款坚守信仰的性命。那安尼，咱今仔日是毋是会当伫咱所踮的现况中，亲像咱的信仰前辈共款，
活出坚守信仰的生命力。当苦难来临的时，愿咱会当勇敢面对，搁为主见证；当掌声临到的时，也愿咱会当看清楚家己的本相，无陷入迷失，独独将一切荣耀归乎主。默想，伫目前的生活中，我所面对的挑战有倒一寡？我安怎伫挑战中坚守信仰，勇敢传道，荣耀归乎主？伫目前的生活中，我所面对的挑战有倒一寡？我安怎伫挑战中坚守信仰，勇敢传道，荣耀归乎主？祈祷，赏赐快乐的主，求你坚固我的信心，互我无论伫任何境遇中，拢会当活出坚守信仰的性命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